LINE， LINE 通讯软体那个群组建立以后新增了相簿，然后新增照片的操作方法。相簿名称要给它，然后按萤幕右上角加个加号，然后再选照片，然后按选择，按新增照片，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做，久了累积久了就多了哦。按右上角萤幕右上角，手机萤幕右上角那个加号。来选照片，然后按选择右下角那个选择2个字，然后右下角新增照片括号1按下去，这样相簿照片就会慢慢的增加了。按右上角加号，按选择，按新增照片，这样以后就会操作了啊！按加号，很快的啊，速度还算很快，不用怕。也许可以一次选很多张呢，可以试试看，你一次可以选很多张呢。也可以按大力一点呢，看得仔细一点。哦，这个意境也很美。我参加那个6组弹琴班啊，礼拜3晚上啊，2个礼拜一次。那跟那个讲训班轮流这样交替进行。6组弹琴班第1班就3位领任上台讲，从第1品行有品要开始讲。影片有的会传到 YouTube。